戰後居民面對的問題。香港在1950年代開始人口急升，社會產生不少問題，例如木屋區環境惡劣，容易發生火災，也有食水供應不足、貪污等情況。當時政府推出各項措施以改善民生。昔日居民的生活。1950至1970年代，有些居民以捕魚和耕種為生，也有些居民做裁縫、苦力、工廠工人等。他們都是憑着勞力和技術幹活維持生計。當時部分兒童為了幫補家計，也要到工廠或在家裏工作。居民會忙裏偷閒，進行消閒活動，例如到大笪地遊礦，在氣棚下欣賞大戲等。兒童也喜歡與鄰居到屋村遊樂場玩耍。珍惜成果。昔日居民會修補破損的用品，重新使用。我們要學會愛惜物品，減少浪費。今天我們有較舒適的生活環境，應要好好珍惜。